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顱槽，其中個顱字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AO 可以揾到呢個詞喺三國時期嘅少婦裏邊就有出現。原句係眾聲繁奏，若加若消，崩浪震人，君克顱槽。意思就係講當時嘅人口技好出眾嘅，可以模仿多種聲音，包括樂器加同埋消，甚至連石頭崩裂碰撞嘅聲音都能夠模仿啊。所以顱槽原意就係指石頭崩裂碰撞嗰種聲音。後來慢慢就引申為人發牢騷，講嘢好大聲。嗱，日常我哋講你咪咁顱槽啦，坐低慢慢商量咧，就係呢個顱槽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點讚啊！